来是台中市，民进党的议员对市长罗秀燕的执政的效率真不满，炮轰伊政策错误，造成恢复亏损，敬老爱心卡福利救水，空气污染嘛无提出着具体政策。有9位市议员集合起来，要求罗秀燕离开议事堂。 台中市民进党籍的市议员也就安排要求市长罗秀燕离开议事厅。是吧？是不是？他选的态度是吗？好，既然我们要求出场，出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罗秀燕想要辩解，但是市议员完全无要予伊讲话的机会。卢市长出场，好不好？好好检讨。场面是乱吵吵，罗秀燕只好选择离开。红牌天亮，市长失格。 市议员的这么激动，是因为因不满罗秀燕执行的效率是这么歹。请你记得这个40分，对我们来讲，你是一个哭穷没钱的市长。议员是愈骂愈激动。我们的敬老爱心卡也缩水，1000块让大家坐计程车，让老人坐计程车，现在只剩1趟50块。 也有选举的时阵，罗秀燕提出市长换人空气换新的证件，市议员嘛认为无影无只。 你选举的时候打的就是换市长空气换新，难道你现在就愿意正式承认卢秀燕跳票了吗？我们已经改善4成了，而且不是用我看你的自我感觉良好。民进党籍的市议员最后也个做伙要求罗秀燕离开。红牌天亮，市长失格。